杨啊，你去盐店无找林当摕物件？早上好，安怎？阮迄个飞机搁甲恁来食，叫什么名字？你莫甲我惊啦！叫什么名字？你们是安怎？啰嗦什么？直接带走就好了，还走什么程序？安怎啊？你前天晚上在暴乱现场攻击了陷阱人员，现在就逮捕你。勇哥，带走。勇哥，你甲讲啊，勇哥，是你叫我去的。你要踩佢咋？勇啊！你又冇冲死我！你去倒？叫佢啊！你踩佢咋？你咪，你放手！我去咪哦。你咪啦！